代数，就是你啊，你互我的是无共的啊，啊你袂记你换啊落死。好，安尼咱无通念啊。安尼，二三四拢是新的歌词哦。所以咱第一站搁唱一摆，啊看事情会赴换袂。啊来，第一站，啊反正第一站，迄个小牛会换吗？卷回去，前页再来。好，来，好第一站的前奏，好好，说。请牧师来带吼，啊，咱有带手机啊，是带手机啊，请咱关震动，啊是关机个声。
我的心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唯独伊是我的救援，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动摇。上帝啊，伫你的点内，我笑念你的慈爱。即时请会众起立，咱用信诗第34首《天父上帝之大仁爱》。咱来译碑文第22篇，就是诗篇第96篇。来呀，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着以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呀，咱就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阮是无愧着你的恩典的罪人。亲像阮即两礼拜咧读的读得记同款，阮拢亲像读得同款，是甲你的恩典本来是无野外帮忙。主啊，暗过，
因为你的恩典，会当互阮得到你的救恩。主啊，求阮向你祈求，求你的信息来引带阮，亲像引带路得共款，会当独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伫你永远的救恩，甲丰盛的恩爱，嘛亲像路得共款，会当放撒伊本来的世界因所敬拜的，也会假神。主啊，求你的信息来引带阮，会当明白你真正的救恩是啥物，会当引带阮，会当看清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因为阮伫世间所有的、所需要的，你拢知，你拢会当为阮所预备，阮就来单单来信靠你。好，主啊，阮感谢你为阮预备安尼丰盛的恩典，也求你的信心，甲阮今日的敬拜三做对，会当引带阮下面的敬拜，嘛互老牧师要讲的，甲阮所有会众听的，拢是对你遐来，当真正得到你的教示，求你一直甲阮立地，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应诗。要用主祷文来带咱献上咱的敬拜。我
今日要读的圣经有两位，拢伫是罗德记，头一位是罗德记第3章第1节到第5节，第二位是罗德记第4章第30节到17节。罗德嘅大家老米来讲，我囝，我应该为着你找一个好的归宿，互你有家己的家。你会记得无？你甲你做伙做工，迄个女工的头家华师是咱的亲戚。我甲你讲，伊今暝会伫互股长买大卖，你着洗身躯、换香油、穿水衫，然后落去互股长。不过，伫迄个人食饱啉煞以前，毋通互伊啉着。伊倒落去困的时，着看清楚伊倒的所在，然后挖去，掀开伊架骹的外袍，倒伫伊身边，伊会甲你讲你着做的事。就得应伊讲，你甲我讲的，我拢会去做。华师就带罗德做某，华师甲伊同房，上主互伊怀孕，伊就生一个囝。有人拢来甲老米讲，完全上主就着称赞，因为伊今日互你一个会当继承你的产业，搁照顾伊的人。愿即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名声，愿伊恢复你的元气，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因为伊是你听你的新妇生的，即个新妇比7个囝较好。后米就互即个囡仔伫胸前，朝伊大汉。厝边的有人讲，老米得着一个囝来，伊就甲伊号名叫做俄别德，伊就是亚西的老爸，亚西是大卫老爸。讲到你老牧师要讲的，那是话口。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将阮逐人的需要完全摆列。既若阮现在有拄着艰苦，也是拄着挫折，也是身躯的病痛，愿主扶持阮，互阮真正对你遐，阮通领受新的气力，也互阮清楚知，主你踮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掌权，也通过你的话，搁一摆来鼓励阮。互阮一生会当行伫你的正道中间，嘛会当照着安尼，互众人通得着福气。当在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当活伫台南，侪人讲这是叫做一个全糖城市了。有人讲来到伫台南，这是一个足甜的所在。但是当咱逐工拢食甜的时阵，你对甜的感受会安怎？你会愈来愈无感觉，久了，你就开始咧分别。逐摆当你要买饮料的时阵，就会拄着一个足艰苦的代志，因为卖饮料的人会甲你问啥？你到底要几分甜啊？你到底是要10分，还是7分，还是5分，还是3分，还是1分，还是无甜？我逐摆拢咧想，这到底安怎分？当然，卖饮料的人会照迄个糖要加偌济来判断，但是真正咧啉的人，你的感受是啥物？我毋知影咱啉的时阵有啥物感受。你的感受敢若这有甜也是无甜尔嘛？有时亲像咧买饮料共款，人的一生嘛有即款感觉。如果咱一直拢活伫一个逐工拢足甜的时阵，久啊了，你嘛分袂清楚，即马到底是10分，还是7分，还是5分？所以有时，当咱踮伫一个环境久啊，咱袂去感觉着讲，原来稳定是安尼。当咱真正拄着艰苦，当咱有担着一点点仔苦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讲，当咱经过苦，搁啉着甜的时阵，迄个甜会超越过原本的感受。所以嘛，照着安尼，人会当学习什么是感谢，人会当学习讲，踮伫我逐日的生活中间，
我拢学习去经验上帝的带领，以及到底上帝的祝福是啥物。当咱咧读录得记，咱对顶礼拜读到即礼拜，咱用2礼拜，其实咱会将整个路得的故事做一个重新的了解。读录得记的过程中间，那亲像咱咧看一本剧本共款，咱咧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对咱讲的是，踮伫一个混乱的时代下面，到底这个家庭要对行？读录得记，咱会看到3个主要的人物。3个主要的人物是啥物人？还佫会记得无？头2个还佫知影。头一个是拿俄米，第2个路得，第3个是今仔日咱所读的波阿斯。咱会读到这3个主角出现踮伫整个的故事中间，出现踮伫一个故事中间的人，逐个人拢有伊需要扮演的角色。嘛有伊需要讲的台词，逐个人拢咧讲家己的话，整个导演就是上帝，上帝咧引带规个故事，嘛搬互咱逐个看，咧邀请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咱会当做伙进入即个故事内面，也缀着即马即个故事要往对行，看见咱家己的款式。嘛，看见讲上帝要如何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来继续有新的创造。所以踮伫顶礼拜咱读第1章，第1章内面咱讲到讲拿俄米面对济伊生命中间的艰苦，伊失去先生，失去伊的囝儿，啥物拢无，踮伫外地，现主时伊必须爱返到家己原本的所在。原本认为讲应该是孤单一个人爱转去，无想到讲伊第2个新妇路得却愿意缀伊行，所以那亲像即个无愿望的人开始有新的可能性。毋过踮伫即个故事内面，咱会当想看觅拿俄米即个人踮伫第1章，伊上界重要的台词是啥物？伊上界重要要讲的是，就是埋怨嘛。伊上界重要的就是埋怨，原本的名应该叫做甜，现主时已经毋是10分，还是7分，1分的问题啊。现主时就是完全无甜，现主时我的生命就是苦啊。所以伊爱讲出的台词是：我踮伫生命中间，我有济埋怨。伊认为讲上帝是互我艰苦的上帝，上帝是互我面对济受苦的上帝。原本要离开家己家的时阵，应该是啥物拢有。我是一个富足的人，现主时我一无所有，这是上帝咧处罚我，互我无法度搁爬起来。当咱咧读拿俄米伊所讲的埋怨的时阵，嘛咧帮助咱想，咱敢会埋怨上帝无？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什么时会埋怨上帝咧？也是讲，咱敢有拥稳咱家己埋怨上帝？这是一个真好的问题。有当时啊，踮伫教会真久，真做一个基督徒愈久，咱会将上帝限踮伫一个标准内面。这个标准是啥物？这个标准是我来信耶稣，我来敬拜上帝，上帝应该爱祝福我。迄个祝福是啥物祝福？照我所想的，迄个祝福是照我所想的，就是我若是有顺服上帝，上帝就应该爱祝福我，袂互我拄着恶担当的事，袂互我受苦。当咱踮伫教会中间愈久，咱愈会有即款感觉，所以咱会主动咱家己。当咱真正拄着艰苦的事的时阵，有时咱会主动家己讲，袂当埋怨哦。袂当埋怨上帝，因为凡事拢有上帝水的带领。有时当咱搁拄着咱身躯边艰苦的人的时阵，搁会甲伊讲啥物？无要紧啊，上帝一定有伊好的安排。但是敢真正会当安尼讲？如果咱真正拄着艰苦的人，伊一定会甲你讲：为什么这个好的安排毋是你，是我？当咱一直咧讲，特别咱搁就定定听到一句话讲，苦难是啥物？伪装的祝福，千万毋通安尼讲。为什么？
这若是祝福，互你我袂，你敢袂？所以，咱会踮伫无意识的中间，主动受苦的人埋怨上帝。面对生命中间的艰苦的时阵，其实会去埋怨，会有一寡怨道是正常的。若是将即个物件藏落来，咱就会发现讲，其实咱若亲像活伫一个无共款的世界中间。圣经内底有足侪人拢咧埋怨，敢毋是？毋是干那拿欧米哦，佫有啥物人咧埋怨？上出名的就约伯啦，上出名的约伯，伊会埋怨啊。伊的朋友一直甲伊讲，你一定是有犯罪，但是伊就讲我就无做啥物代志，为虾米互我拄着遮个事？侪人会埋怨，这会影响。咱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咧沟通、咧团契的过程，埋怨有时互人当作是一个无敬虔的作为，嘛，所以咱无愿意埋怨，嘛主动别个人埋怨，到上尾啊，咱陷落踮伫一个真痛苦的处境中间。一个神学家迄句话真正真重要，伊讲互福音踮伫伊正做好消息进前，伊是歹的消息。请咱会记哩即句话，福音踮伫伊正做好消息进前，伊就是歹的消息。是人真正踮伫困难的中间，去面对着生命的艰苦，已经埋怨，最后有一日，伊忽然间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到底是甚物的时阵，伊体会到迄个甜的感受。后尾伊的埋怨，正做伊进入这个恩典故事的开始。所以圣经中间，约伯也是约拿，其实因拢踮伫对抗上帝的过程中间。踮伫这个对抗的中间，每一个人讲出伊家己的代志，嘛去看到新的开始。这是拿俄米所面对的。后来第二个主角是罗德，罗德到底要讲的是啥物？罗德踮伫第一章内面，咱就看到讲，伊无愿意放弃伊的大家，伊要缀伊到底。所以咱会当讲，对罗德来讲，伊的生命咧展现出来的是顺服。伊踮伫顺服中间，进入踮伫即个故事的中间。无论伊的动机是啥物，当然咱咧读的时阵，咱嘛会当去想，可能大汉新妇还佫有后头厝会当转去。可能罗德是已经无路通好去啊，所以伊干那会当缀伊的大家行，有任何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安怎，罗德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冒险的道路。伫即条路顶面，老实讲，无侪人愿意安尼行，因为当到伫伯利恒，伊就是啥物身份？伊就是咱今仔日所谓的外籍新娘，甚至佫是外籍的寡妇，是一个外籍的寡妇来到伫伯利恒，伊爱面对的是到底我要如何继续生活落去？踮伫摩西的律法中间，其实因拢有规定，为了要互善车人会当生活，遮个社会中间软弱的人，善车人、孤儿也是寡妇，因会当踮伫田里。去收遐个人挂落来，落伫涂骹遐个麦穗，伊会当去摕遐个物件。所以罗德为着要生活，伊就去到伫一个田里，踮伫遐咧捡落落来的麦穗，嘛踮伫遐，伊拄着波阿斯。波阿斯是拿俄米的亲情。有一日，伊去寻伊家己的田，踮伫遐就看见一个真青云的人出现踮伫遐。伊就问讲：到底迄个查某人是啥物人？边仔的人甲伊讲：迄个人就是罗德啊。罗德是啥物人？就是最近逐个人咧讲，有一个摩阿地遐一个女子，伊缀伊的大家转来到伫伯利恒，就是迄个，就是迄个。咱会当想象，罗德的事应该嘛踮伫伯利恒中间已经传甲逐个人拢知啊。毕竟忽然间。一个无任何外靠的负责人转来，边仔佫缀一个外籍的人佫转来，
大概已经踮伫规个庄头内面，逐个人拢咧传，逐个人拢咧传，罗德就是一个外籍个人，啊，伊对伊个大家非常的忠心，愿意跟对伊到底。所以对波阿斯来讲，伊听过即个人的故事，嘛知影即个负责人的忠心，所以伊就开始对边仔的人讲，安尼，咱爱保障伊的安全，爱保障伊踮伫遮的工作。所以，伊保护罗德踮伫伊的田里会当捡袂碎，甚至佫攻击伊佫较济，佫攻击伊佫较济嘛。佫互伊佫较济的食物，会当摕转去家己的厝。当罗德转到伫厝的摕遐尼济的食物转来的时阵，伊的大家就感觉真奇怪，为什么你今仔日出去外面工作，会当摕遮尼济袂水转来呢？罗德就甲伊讲啊，罗德就甲伊讲啊，有即个田的主人叫做波阿斯。当拿俄米听到讲，即个田的主人是波阿斯的时阵，拿俄米心内底开始有一寡暗算啊，对吧？伊开始有一寡暗算，所以伊走出来，拿俄米甲罗德讲：罗德啊，我必须爱替你找一个丈夫，通互你会当有一个家庭吼。煞接伊就将伊所有的想法甲罗德讲，爱罗德做啥物？暗暝的时阵，波阿斯咧困的时阵安怎？你就走去困伫伊个身躯边，困圣经内底讲困伫伊个骹边，会记哩。圣经无写遐尼白，这个骹是啥物骹？咱知。这个骹就是咱所想的迄个骹，圣经无写遐白，但是原文内底意思就是安尼。所以意思就是你真正去甲伊做伙困。恁若是即个负责人，咱来想看觅，咱敢真正愿意照安尼行吗？这是一个大家人拢会去想的问题。我敢真正愿意照安尼行，但是无论安怎，咱毋通袂记哩。对这两个负责人来讲，看起来波阿斯是唯一会当改变因性命关键的人物。这个要求听起来，敢若无遐尼合理，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哩，咱一直咧强调罗德记的故事发生伫啥物时代？士师的时代。踮伫士师的时代，上界重要的事就是，逐个人拢照家己所认为对的去做。所以现主时，因拢有因家己每一个人的暗算。无论安怎，即个大家甲罗德安尼讲啊。所以罗德嘛，真正就照伊大家所指示的去做。但是咱若是认真读，故事内面有一个细节，甲伊大家所想的有小可无共款。拿俄米爱罗德去的是，你去行动吼，你若是困伊的身躯边，波阿斯就会甲你讲，你应该爱做啥物事。毋过，当波阿斯发现的时阵，波阿斯问罗德讲。你是啥物人的时阵，罗德即马所做有小可无共款。会记哦，拿俄米爱伊做的是，你只要听候，然后波阿斯会甲你讲，你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罗德踮伫遮，伊讲家己的代志是啥物？伊讲，你是我的至亲，你有义务应该爱照顾我，所以请你爱带我。这是踮伫故事内面，咱无发现的一个细节。其实，伊的大家爱伊做的，只不过是你等讲波阿斯伊讲伊要安怎做。但是罗德却踮伫遮，伊真明确甲伊讲，你有义务应该爱照顾。所以请你就甲我带吧。看起来一生踮伫互人安排的罗德，却踮伫即个关键的时刻，讲出伊家己的话。嘛，因为伊即句话，互整个故事进入到伫上界重要的时刻啊！咱会当安尼来想看觅，咱一生拢咧学习顺服上帝的带领，咱一生拢咧学习即个功课，但是嘛，踮伫有一寡时间点的时阵，咱会发现，咱会讲出某一句话，也是听到某一句话，迄句话
会改变咱的生命。迄句话嘛会藏伫咱的心内底，也是当咱讲出来的时阵，也互身躯边的人的生命得到新的转变。这就是路德踮伫伊的顺服中间所讲出的话语。当伊真正将伊心内底所想的代志讲出来的时阵，上帝新的创造甲新的故事，哪亲像就对遮开始展开啊！路德对伊的顺服出发，进入到伫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中间，嘛踮伫伊对顺服到伊讲出家己的话语的时阵，伊看见上帝的奥秘到底是甚物？这是路德，所以咱看到脑米对埋怨出发，路德对顺服出发。过来第三个人波阿斯咧，咱想看卖伊的重点应该是啥物？现主时波阿斯伊爱面对的是责任到底是啥物啊？伊爱面对责任到底是啥物？路德勇敢讲出伊的要求。啊，你想看卖？你若是这个波阿斯，你心内底的反应是啥物？咱会当想象当迄暗到透早，啊，波阿斯看到一个有人倒伫伊的身躯边，这个时阵，伊心内底安怎想？大概对公影开始。对公影开始，嘛开始去想啊，现主是到底发生了啥物事？对公影到冷静落来，现主时伊必须爱去回应伊所看到的到底是啥物人。对伊踮伫田里咧捡麦穗的时阵，伊看到一个忠心愿意军队的女子。这个女子老实讲，伊自一开始就会当放杀家己的大家。较少年，佫有本钱，伊会当放杀伊家己的大家，另外成立一个家庭，这是伊会当做的选择。但是无论安怎，这个女子却愿意陪伊的大家到落尾，愿意陪伴伊到伫落尾，嘛踮伫即项事。波阿斯看到即个女子咧捡麦穗，现主时即马即个女子佫困伫伊的身躯边的时阵，伊必须爱面对的是。到底责任是啥物？因为踮伫摩西的律法中间有一条是买赎的条例，这个条例是啥物？这个条例是有财富的人爱有关怀弱势者的责任。你既然有财富，你就爱去关心遮弱势的人。但是有真济有钱佮有势力的人，总是认为讲遮的财富啊是遮的影响，才是理所当然的。因却会忽略遮个弱势的人，意思就是讲，当即个人真正是恁至亲中间乱种，你必须爱将伊买落来。即个买包括土地买，佮包括即个太太，伊拢会正做你的太太。波阿斯知影，现主时可能爱担即个责任，毋过伊嘛清楚一项事，伊毋是头一个吼，踮伫迄个排名中间。伊毋是头一个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佫有一个比伊佫较头前，所以伊就去找迄个人，伊就去找迄个人，甲伊谈判，讲你敢知拿后面佫有一寡迄个财产，你会当继承吼？迄个人讲好啊，我来继承，但是伊佫继续补充，你若是要继承，佫需要安怎？连伊的太太你嘛爱娶，迄人一听着就讲安尼我袂好啊，所以当伊较认讲，波阿斯现主是当迄个比伊较头前的迄个人已经拒绝了后，伊就真正担起伊应该爱做的责任，伊买赎老米所有的一切家业，嘛包括路德也成做伊的太太。故事就佫继续落去啊，后来因两人共房怀孕生一个囡仔。城内面遮个负责人拢走来对拿俄米讲啊，爱讹了上帝啊！伊今仔日互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愿即个囡仔会当踮伫以色列中间，通得到名声。真有意思的是，甚物人甲即个囡仔号名？是
其他遮的妇人人号名的哦，是厝边遮的妇女为着即个囡仔号名，家己号名叫做吴伯德。啊，逐个人拢咧讲，老美得到一个囡仔啦。咱敢有想过即项事？为虾米是边仔的人号名？咱若是真正得到一个囡仔，你会家己号名，还是要安怎号名？可能咱会家己号名，啊，可能早期有人会走来找牧师号名，啊，搁有济可能性，但是无论安怎，咱会认为我家己来替囡仔号名。总是踮伫即个故事，即个囡仔是身躯边的人来号名，这有可能咧代表的是上帝确实踮伫以色列中间要做工。即个囡仔毋但是对拿俄米重要，嘛对整个的以色列来讲拢是重要的。咱后来看遮个家谱，咱嘛会当发现即项事。即个囡仔后来有一个真出名的号爷是啥物人？就是大卫。即个囡仔的号爷上界重要就是大卫王，嘛代表讲以色列真正慢慢咧经过一个时代的变化。咱所读到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已经行无路的家庭，却成做整个上帝拯救的关键。对即个小人物，对即个看起来应该无路通行的所在，咱却看到讲上帝恩典要对遮开始佫显现出来。对一个已经感觉家己的性命足苦的，苦甲无法度佫苦的妇人人，现主时伊重新认捌家己命的意义就是甜，对苦佫诚做甜。罗德记的故事其实就咧表达即项事。人的一生有当时啊，咱会感觉是艰苦，但是伫每一个艰苦的时，咱嘛会当去体会上帝的行动，上帝的拯救永远甲咱伫地，互咱感受迄个甜的滋味。所以咱会当来看，这三个人因所代表的代数。头一个拿俄米伊所讲的是啥物？埋怨。罗德所讲的是顺服。到波阿斯所讲的是责任。这三项事嘛咧讲的，都是咱每一个人所咧学习的故事。咱敢毋是逐个人拢安尼？对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对埋怨出发。对埋怨出发，到有一日，咱渐渐学习什么是顺服。嘛对顺服，慢慢开始愿意承担家己应该爱承担的责任。嘛去发现讲，原来上帝就是迄个互一切的苦要成做甜的上帝。咱会毋通袂记哩，罗德一直行伫一个认捌上帝的过程，拿俄米嘛共款，对波阿斯也是共款。因拢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一直咧体会上帝的恩典是啥物。到底这位上帝要如何继续对咱每一个人讲话？所以就伫咱对每一个现在感觉不满，迄是互苦痛，迄是互挫折，迄是互济济打击，将咱的性命填满的时刻。对拿俄米的性命，咱会当知，咱会当埋怨，咱会当讲出性命中间你的怀疑。你会悲伤，因为上帝永远在听你的声音。就伫咱毋知影未来到底要往对行的时阵，咱会感受到一个声音，嘛会感受到一个特别的引带。那亲像罗德踮伫关键的时刻，伊必须爱讲出家己的话共款。踮伫即个时刻，迄句话，迄个代词。会改变咱的生命，也互咱重新去认捌，什么是真正的顺服，什么是真正的军队。上帝会看见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迄个微弱的信心，
嘛对咱讲，黑暗一定会过，光明一定会来临。嘛踮伫咱知影讲，咱如何行过埋怨的山谷，也踮伫对未来完全茫茫渺渺中间顺服，一步步咧向头前行的时阵，上帝所交代予咱的使命，会愈来愈清楚露现踮伫咱的面前，听候咱每一个人担起应该爱担的责任。当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时阵，咱会当写新的故事，嘛，互整个历史向新的方向来迈进。每一个人的名，拢会互人记录落来。每一个人的故事拢是重要的。咱踮伫路顶记，就看见讲，这个对苦的人，伊真正明白什么是甜。所以顶礼拜我才会甲大家分享，可能路顶记真正关键的主角会是拿俄米。对迄个受苦的人，一直咧经验，到底上帝为着伊备办啥物？也到伫上尾啊，因所讲的拢毋是路顶得着囡仔，因所讲的是拿俄米而得着囡仔。每一个人的故事，拢会互人记录落来。当咱会当搁自责，当咱搁一摆分享的时阵，咱就会当搁继续庆贺讲，这是上帝所定着的日子。上帝的祝福已经临到伫咱，咱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时刻，咱踮伫一个无共款的时代中间，咱拢一直学习向前来跑走。前几工文学局长踮伫咱遮咧演讲，我嘛咧听伊所分享对台南整个未来的想象。今年咱大家人拢知，要毋知嘛真困难。今年咧庆祝啥物？台南400。咱今年咧庆祝台南400，但是台南400有侪无共款的讨论，因为可能对原住民的角度，也是对无共款的人的角度，大家人拢对即项事有无共款的理解。啊，无论安怎，其实文化局长迄天的分享是讲，重点拢毋是庆祝过去的这400，咱咧纪念这400的时阵，应该爱面对的是到底未来是啥物？未来的100，就是当台南要500的时阵，咱中间的人应该拢无伫啊，咱踮伫遮的人应该拢无伫啊。但是当台南要庆祝500的时阵，咱敢有想过，今仔日的咱会做伙去做一个什么款的台南，留互后一代咧？这才是重点嘛。咱今仔日会当庆祝台南400，就是因为过去这400年来，侪人的故事累积起来。互咱今仔日踮伫遮纪念，但是通过遮个纪念，咱嘛咧调用未来台南的500。啊，其实嘛毋是干那400尔，咱知影400了，阁有300无？400了，明年要庆祝300，大家人愈来愈乱啊！今年讲台南400，明年300是啥物？府城建成300。所以是迄个城门300，啊，这个300对咱来讲，佫有啥物款的意义？咱对面的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有一天阮咧看历史的资料，阮发现一件事，咱知迄涂骹创啥物？大家人绝对毋知嘛。迄涂骹创东门城的城墙，踮伫古早咧起伊丽莎白的时阵，看到迄个帐幕，帐幕中间有一项是古早的时阵，遐个人甲日本人买城墙，所以后来这成做咱伊丽莎白下面的地基啊。当然咱今仔日无法度甲伊挖出来互大家看，但是咱伫资料中间咧记录遮个事，所以400了，佫讲300，啊，明年300，啊，佫毋拿，啊，佫有150、160。84，这个是啥物数字？明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160年，啊，150个是啥物？
巴克的牧师来台150年，啊，140佫是啥物？新老病院创院140年，所以明年全部的数字拢出现踮伫遮。啊，但是当遮尔济的数字的时阵，其实重点拢毋是遮的数字啊，重点是咱踮伫每一个遮的数字中间看到的，就是一个搁一个，咱的前辈活伫即个土地的人所留落来的故事。踮伫遮经验过艰苦，踮伫遮有侪埋怨，也踮伫遮因为福音的缘故，有的人听到福音开始学习顺服，也开始承担家己的责任。所以咱看到今仔日至少踮伫咱的四周围，有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单位咧做伙，互整个这个城市愈来愈好。纪念过去是为着要展望未来，互咱会当继续向前来跑走，嘛互咱知每一个人生命的故事，拢是改变这个环境的关键。对整个故事来看，拿俄米、路德，绝对是这个时代上界无重要的故事，绝对是这个时代中间看起来一个都互人放袂记的故事啊！因却成做承担以色列改变真重要的家族的故事。若是安尼，咱拢认为家己嘛无啥物重要，我不过就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如果上帝会使用拿俄米，会使用路德，同款，上帝嘛会使用咱每一个人。踮伫路德记，咱会看见咱家己的故事。而且，咱会记录，咱的生命会有艰苦，总是对艰苦到感受到真正的甜，咱会当欢喜庆祝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愿上帝帮助咱，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化苦为甜，埋怨是我的大事，挫折甲打击到底要对行。日日夜夜在喊话讲苦啊！顺服是我的大事，听谈甲行动，看起来受安排，踮伫关键讲出。原理真坎坷，责任是我的大事，供应甲认真，出对人民，勇敢讲出我愿意承担。三个人的大事，恢复甲祝福，继续写新的故事，开创新的时代，化苦为甜的见证。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故事，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会一直记录落去，会展望未来。踮伫500也好，400也好，300也好，的每一个时刻，咱的生命拢是值得学落的，因为咱是上帝所使用的，咱的生命是珍贵的。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成做咱的回应。圣诗第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咱一个吟。上帝。
下古书开创新时代，最近真看有为地，顺口是我所讲大事，听他轻动来话，那想安排关键表明，愿你来这看我，三人所讲无讲的主见，恢复甲祝福是可定心机，下古书开创新时代，最近真看可为地，静静是我所讲大事，行行要顾认真，出力人民勇敢讲出，关关负这个难得，三人所讲无讲的主见，恢复甲祝福是可定心机，下古书开创新时代，最近真看可为地。咱同心来祈祷，主愿踮伫你面前摆列愿的祈祷，无论现主时的愿是拄着甚物款的根据，愿检采为埋怨，总是愿知你对待拿俄米，你疼惜伊，互伊踮伫埋怨的中间，重新看见新的可能性。阮也会安尼，踮伫阮的生命，永远有新的可能。嘛那亲像踮伫路途咧学习顺服的过程，阮顺服你，也愿意遵照你的话来行。踮伫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阮会当讲出祝福人的话语，也亲像波阿斯，你将使命甲责任交代，阮也踮伫生命中间领受一份使命。愿你帮助阮，互阮对埋怨顺服到承担，阮看见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拢是对抗真侪甜的感情。愿你祝福阮，互阮会当也祝福阮身躯边每一个需要的人。同齐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的圣经学堂即礼拜拜三，咱的进度是四书记15章第1节到第8节。欢迎咱拜三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头一项报告是咱第2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以及咱马尼都事工的协调会吼，所以请咱中职团契会长甲新进的职事会当拢来参加。过来第2、11月24，咱踮伫第2礼拜后会进行咱新职中职的礼拜四会训练吼，所以请咱的新进的中职当做伙注意遮的时间。好，过来第3，咱后主日特别关心台湾新航医的需要，是台湾新航医的奉献主日，所以后主日台湾新航医会派迄个学务长王英信牧师来到伫咱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也请咱当做伙关心新航医的需要。后礼拜学校派我到伫迄个7星中会相连教会，张杰牧师会到伫高雄中会长寮教会嘛，请咱为着遮个事来关心甲带导。好，过来咱的台语查经班吼，咱过来这礼拜拜日会暂停1摆，因为赵老师即马生涯的变化，所以咱原则上咱这个课程11月搁2摆，第3甲第4个礼拜最后2摆先到伫11月底先做一个结束吼。好，过来第6项，咱今年度圣诞节的爱餐是踮伫12月22迄天主日礼拜煞吼，大家人拢足关心啦。后礼拜开始吼，请会记后礼拜，莫等下就全部拢走去办公室啊。后礼拜开始购买，所以嘛，请咱团契的契友会当同款对咱各团契登记甲缴费吼，咱对后礼拜正式开始。所以咱会记哩时间是12月22迄天，咱圣诞节主日礼拜煞，咱会同款踮伫对面，咱做伙办道来做伙食爱餐吼。好今仔日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曾恩志嘛，曾恩志在底下来到咱中山做伙做伙当欢迎宾。好，我就对以上遮的介绍。好，咱即时来读，即礼拜经部是咧周报的第14页，遐嘛有白话字甲中文，咱做阵来读。这第3章完善，来搁一届。咱即马上面来请会长起立来印390首。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每一个人三地地，互咱的故事拢成做上帝创造的美妙，也将这份祝福分享到伫世间，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